自2025年9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主的神照着我讲话。圣经撒母耳记下卷23章第19、39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23章。下面是大卫的遗言。亚西的囝大卫，就是得到高升雅各上帝所选立，以色列人以外的诗人讲：上主的神通过我传达伊的话伫我的喙。以色列的上帝有讲，以色列的石盘对我讲：用公义治理，用敬畏上帝来治理的人。话亲像无云的清早，拄仔出的日光，落雨了后，大地青草反射的光彩。我的家伫上帝面前，竟毋是安尼。伊有甲我立永远的约，逐项安排周全搁稳固。我所有的拯救甲所有的愿望，伊拢甲我成全。毋过费类拢会亲像互人迄角的刺仔，人毋敢用手摕。要吸引的人，着用铁器甲枪柄。伫遐刺仔一定互火烧灭。大卫的勇士的名单记伫下面。合吉摩尼人约瑟巴瑟，嘛叫做以斯尼人阿底罗，是3个勇士的首领，捌一遍拍死800个人。第2个是阿荷亚人多多的囝伊利亚撒，伊是替大卫3个勇士的一个。有一遍，非利士人组织来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撤退。毋过，这3个勇士对非利士人呛声。伊利亚撒起来拍非利士人，拍到手酸，手黏伫刀边。迄日，上主予因大胜利，军兵倒转来，伊利亚撒的后面，简单地抢战利品。第3个是哈拉人阿基的囝沙马。有一日，非利士人伫一区红豆园集合排阵，以色列军兵逃走。沙马徛伫园中防守迄区园，拍非利士人。上主予伊大胜利。收割的时，30个首领中有3个落去阿杜兰洞见大卫。非利士的军队伫利法因山谷战赢。迄时，大卫伫要塞，非利士的军队驻在伫伯利恒。大卫用真较无的口气讲：老人会当去摕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水互我啉，毋知偌仔年好。这3个勇士就冲过非利士人的营队，对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抢水，赶来互大卫。毋过大卫毋啉，倒出来献互上主，讲：上主啊，我哪通啉即个水？这敢毋是这会用性命去换来的人的血？所以大卫毋啉。这是这3个勇士做的代志。塞罗亚的囝约押的小弟阿比斯是另外3个勇士的首领，伊捌举枪杀死300个人，就伫3个勇士中有名。伊是3个勇士中第一出名的，所以做因的领袖。毋过伊还不及前迄3个勇士。阁有驾驶人耶何亚大的囝比拿雅，伊是勇士，有做真侪大事。
伊捌杀死摩押2个强猛的勇士，搁伫落雪的时落去坑内杀死一只狮，搁杀死一个悬大的埃及人。迄个埃及人手举枪，比拉雅手举棍落去伊遐，抢伊的枪，用迄支枪甲伊杀死。这是耶和华大的囝比拉雅所做的事，就伫3个勇士中有名。伊比30个勇士较有名望，毋过不及前迄3个勇士。大笔有设立伊做侍卫长。30个勇士中有约押的小弟亚撒赫、比利兄人多多的囝伊勒哈兰、哈鲁人沙玛甲伊利加、帕勒提人希利斯、提哥阿人伊结的囝伊拉、阿德人阿比以谢、何沙人米本乃、阿荷阿人撒文、尼德法人马哈来、尼德法人巴拿的囝希利、便雅悯之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囝以太、比拉顿人比拉雅、加什奎人希太、阿拉巴人阿比阿本、巴罗米人阿苏马威、沙本人伊利亚哈巴雅先的一个囝约拿单、哈拉人沙玛甲沙拉的囝阿希暗、马加人阿哈拜的囝伊利法列、基罗人阿希多弗的囝以连、加密人希苏罗、阿巴人帕来、索巴人拿单的囝以甲、加得人巴尼、阿文人西律甲西罗亚的囝约押举军器的比罗人拉哈来、以帖人伊拉甲加利、迄人乌利亚共37人。上主的神借着我讲话，先知神学赫瑟论规约中上帝的悲悯，册中讲到，伫以色列诗歌受看做是上主的神所赏赐的恩赐。犹太的列比摩西爱比以斯拉讲，伫希伯来文中，世人就受称作是先知，不过伊的意思绝对毋是要甲诗词顶动做先知的预言。特别做真济优美的诗歌，其中撒母耳记下卷23章第1节到第7节是伊的遗言，劝勉以色列人爱秉持正义，搁敬畏上帝。特别是以色列历史上真重要的领袖，伊的遗言对塑造以色列的性命有所助益，拄亲像古早领袖摩西详细解说律法，伫离世以前的连篇讲论，诚侪经典的遗言，帮助人谨守上帝的道。古代人真少谈论个人创作起源，也是创作本质。现代人才开始留意叙述中的密示和灵感。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大笔直言，上主的神通过我传达。大笔好像是互一股力量掠条，
讲出上主爱伊讲的话。甲列王记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9节所记，大笔对所罗门的临别遗言相比较，这段形式亲像诗的遗言比较短，而且有言将来的事，迄用正义治理人，用敬畏上帝掌权的王，好亲像日出的时天曝光。永在的上帝甲大笔立永远的约，伊的救恩要对大笔家出来。自从200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战火到今犹未止煞。2024年10月初1，台湾志愿军吴忠达伫前线执行防卫任务的时，不幸阵亡。当月初4日，7星中会责任教会牧师黄春生召开记者会，由吴忠达的战友潘文阳透过视讯说明情况。潘文阳回忆，因伫执行任务的时，突然遭受俄军炮击，有真侪队友，包括吴忠达在内，拢受伤。因为当当时俄军炮击不断，因简单会当保护身躯边的队员撤退，无法度救出吴忠达。潘文阳讲，吴忠达心怀仁爱，无私奉献，是令人敬佩的伙伴。伊的阵亡令人遗憾。潘文阳阁见证伊历经炮击还会当生还，是上帝的保守。大笔受扫罗追捕的时，逐步建立作战部队。伫这批人中间有军事精英，亲像3勇士、30个勇士，拢勇威伫战场。当大笔喙焦想要啉必利行家乡的井水，遐勇士就窜过敌人营地，去到必利行抢水。大笔互勇士的精神感动，就将迄用命换来的水献予上帝。大笔做王以后，首要战绩是攻占耶路撒冷，设做国都。了后，伊阁率军战胜四周围的敌人，包括以东、摩押、阿门、非利士、阿玛力等。后来，大笔统治全以色列，对人民秉公行义。现今，大笔上赞上帝甲伊立永远的约，是永袂过去的誓约。默想，上帝的灵借着大笔向我讲话，伊的信息伫大笔的喙唇，也伫我的心上。上主的灵借着大笔向我讲话，伊的信息伫大笔的喙唇，也伫我的心上。咱来祈祷，万民的上帝啊，愿你使用我，扩展我的境界，激发我的壮力，互我会当为你所用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新心灵，拢永行平安。